先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台东金峰乡的部落发生着集体食物中毒，总共12个人送病院，有3个人死亡，另外9位有3位已经转去厝，还佫有6位伫咧加护病房。卫福部开记者会来公布着检体采检的结果，讲伫小米粽内底验着有机磷这种的杀虫剂，这是一种真毒的农药。啊，到底是倒一种食材卡着这种毒，爱阁继续来调查。我们这一区。小署和卫生局人员佫一摆来到屏幕村，继续调查落嚟小米粽中毒的事件，就经过任何线索绕到起。小署专家除了找家属谈，佮去掠落嚟所在看，昨是小署早检体化验对中毒的关系，大概清清楚楚，一人讲一款。小米粽食材包括有假生糖的落嚟，嘛有肉毒杆菌风险的青猪肉，佮有食物毒素的血糖血板多罗，含化学农药的毒素。不过专家伫咧叫假生糖有潜伏期，含即摆事件较无啥有关系。这类食材嘛可能藏毒素，发挥时间用较紧。最后在10余就是这个瓜牛小米粽之中，有发现一个不寻常的讯号。那后续我们做了相关的检查，确认为有机磷托氟松。好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农药。规件代志，互3个人红头是9个人重伤，3个人伤较轻，已经小煞等于处理好困。好，那这几个病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呼吸方面的一个问题。来的时候还前一分钟2分钟都还好好的意识清醒，但忽然间就开始呼吸喘、呼吸困难。即马还佫有6个人伫咧加护病房，虽然肺还佫伫咧插管，毋过有慢慢伫咧稳定，病讲会佫继续观察治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